而家呢，我想同你重溫一下為我實現工程第一部分現在的我嘅內容。呢度有個圓圈喺度，分別係0度、90、180、270同埋360度，分別係代表咗5個我嘅內容。0到90度呢，係現在的我，係務實主義內容，係一個認識世界嚟嘅。喺現在的我裏面呢，生命呢係相對嘅，光明呢相對黑暗，真善美呢相對假醜惡，先進相對落後，生同死都係相對嘅，福禍得失樂苦順同埋逆都係相對嘅。要知道咩叫靚呢，就要知道咩叫醜怪。要知道港元嘅價值係點呢，就要知道美元同人民幣嘅消費比值係點樣。其實呢，哲學就係一種思考根本問題嘅活動嚟嘅。好多根本嘅問題呢，你都有自己嘅睇法。你用咩概念嚟決定真假善惡呢？好多喺日常生活發生嘅問題，你係咪經常未清楚完整嘅思考就自造答案呢？如果係咁嘅話，你係咪變成人哋思想嘅垃圾桶呢？如果你冇咗自己嘅辨別能力，冇咗取捨能力同埋自主能力，咁你點樣吸收務實主義、存在主義、虛無主義、美妙主義同埋如實嘅世界觀呢？要清楚你自己所能掌握嘅7%嘅時間，即是你所有問題發生嘅精神中心思想。你係邊個呢？你記唔記得當年點樣戰勝自我，點樣超越自我？後來又覺得咧，平衡自我咧係一種好高深嘅藝術嚟嘅。久經百戰之後咧，又需要放鬆自我。當攀登高峰、俯瞰大地嘅時候咧，又會感覺到平常心嘅境界。呢啲咧就係人格範式轉移嘅微妙嘅5種變化啦。咁究竟咩叫做範式轉移咧？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。嗱，你睇到嘅機械錶，以前嘅機械錶咧係運作時間一種嘅範式嚟嘅。而家咧有好多電子錶咧，亦都係運作時間另一種嘅範式嚟嘅。由機械錶轉到電子錶，呢一種咧我哋叫做範式轉移啦。再舉多個例咧，以前啲人睇到雀仔拍翼飛上天空咧，係一種嘅範式嚟嘅。到今日啲人飛上天空用摩打或者噴射器飛上天空咧，係另一種嘅範式嚟嘅。咁所以飛上天空嘅方法咧，就已經成為一種由摩打轉做噴射機咧，係一種嘅範式嘅轉移啦。而為我實現工程5個我，亦都係人格架構裏邊咧一個範式嘅轉移嚟嘅。而家咧，我想你退回認識之前嘅世界，退回實用之前嘅世界，退回欣賞之前嘅世界，翻去為我實現工程嘅開始部分同埋現在的我嘅部分，重溫同埋實踐現在的我嘅內容。除非你已經有3至5個月用現在的我教學相長同埋實用應用裏邊嘅內容，否則嘅話咧，千祈唔好進入企業的我。如果今日你已經經過3至5個月現在的我實踐過程咧，咁樣我係歡迎你而家一齊進入企業的我嘅世界。